今日我同大家講一個故事。有間鋪頭係幾十個股東一齊夾份買返嚟。照道理，鋪頭有咩大決定，例如裝修、換承辦商、用幾多錢，都應該大家一齊開會傾。但問題就嚟啦，好多股東話唔得閒，又有人話我唔識，交俾人搞啦。再有人覺得反正我交管理費，你咁多做乜？於是大部分股東都唔出席會議，慢慢就每次開會都係嗰幾個固定嘅人出現。佢哋話放心啦，我幫你哋搞掂晒，然後叫你簽張紙，授權我哋代表你投票啦。你可能連會議內容都未睇清楚，就簽咗授權書俾人。突然有一日，有人提議幫鋪頭做大裝修，報價返嚟好貴，但會議上冇乜人反對，因為反對嘅人冇出席，出席嘅人已經拎晒授權，文件齊，程序表面合法，議決就咁通過咗。到最後有人發現，點解承辦商次次都係嗰幾間？點解價錢越嚟越高？點解好似早就安排好晒？呢個時候先問係咪圍標？老實講，圍標唔係嗰日先開始嘅，係由一開始你唔理唔出席開會。當一間鋪頭大部分股東長期缺席，決定權自然落喺少數人手上。而當少數人又長期控制會議、授權同投票結果，問題就一定會出現。呢個故事放返落我哋住嘅大廈，其實一樣。業主大會就好似股東大會，授權書就係投票權，工程管理合約就係大額開支。你唔去開會，唔等於冇決定發生。你唔投票，只係等人幫你投。而圍標往往就係呢種長期唔參與嘅情況下，一步一步形成。當大部分業主唔去業主大會，決定權就會慢慢集中喺少數人手上。咁就有人會問：睇大會會議記錄話法定人數夠，明明好多業主冇去，點解可以開到會？我哋再用返嗰間鋪頭做比喻，呢間鋪頭有幾十個股東，法例規定只要有一定比例嘅股份出席，會議就可以開。重點嚟啦，出席唔一定等於你親身坐喺度。如果你冇時間、冇興趣或者覺得麻煩，有人會同你講，可以簽張授權書俾我幫你出席，幫你投票，咁你就簽咗張授權書俾人。所以法定人數永遠都夠。有業主可能會問：咁係咪犯法？事實在程序上可能係合法，但問題從來唔係合唔合法，而係合唔合理、公唔公平。當同一班人年年都收集到最多授權書，當反對嘅業主唔係唔知要開業主大會，係覺得去都冇用，咁你哋諗下投票結果，仲有冇可能改變到？所以決定人數永遠都夠，唔係因為業主突然好齊心，而係因為太多人選擇唔去開業主大會，將自己嘅授權書簽咗俾人。